那我们也谢谢刚才捐款的善心人士们。那接下来呢，我要再介绍一位超级的善心人士哈。我们其实今天有卖一个关子啊，其实也不是关子啊，大家看，其实今天除了美食以外，还有现场演唱会。那这一位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音乐人卢永坚老师。那与其说是卢老师呢，我们通常都叫他呢卢校长。OK， 那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他会被叫卢校长啊。那卢校长从事唱片的行业50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在2002年加盟加拿大中文电台，主持《岁月留声》的节目，在全国多伦多、温哥华、卡加利广播超过了20年了，成为有史以来最欢迎的怀旧音乐节目。好，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粉丝，有没有粉丝是跟着卢校长来的啊，来为我们智行基金会打气。好，那我们现在给予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卢校长。舊唱片勾起回憶一串，懷念乖日子多麼遠，難定山吹得失差一線。As tears go by， 這一刻伴着吉他輕輕唱，沉醉那經典歌曲裏，對酒當歌一生幾何 Those were the days， 歲月匆匆不再，只嘆一句無奈。名利看淡，人海中漂泊，快樂是你共我。大家好，歡迎今日嚟到呢個咁有意義嘅善舉。小弟係 Larry Low 盧永亨，嚟自加拿大中文電台《歲月留聲》節目嘅主持。呢個節目咧喺溫哥華都有得播嘅，而且係晚晚有重播。相信好多人咧都聽過呢首《歲月留聲》嘅主題曲，作曲填詞都係我個好朋友潘宗明。眨下眼咧，呢首歌一唱已經唱咗超過22年㗎啦啊！好，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歲月留聲》啊！歲月匆匆不再，只嘆一句無奈，名利看淡，人海中漂泊，快樂是你共我，快樂是你共我，美夢在尋覓過。多謝各位，美夢再尋覓過。我哋人生真係好似發夢咁樣，人生如夢。嚟到今晚呢個幸運大酒樓參加呢個盛會咧，首先咧要多謝智行基金會佢嘅邀請。咁啊一個咁有意義嘅善舉咧，我係義不容辭嘅。咁啊亦都多謝咧幸運大酒樓啦，要多謝嘅朋友實在係太多啦。我哋台前幕後嘅團隊啦，包括阿 Frankie 啊、阿 Ken 啊等等等等。其實更加要多謝嘅咧，就係各位善長仁翁，你哋來臨嘅支持先至值得我哋開心嘅。所以今晚咧，除咗小弟同大家唱幾首歌之外咧嚇，咪希望大家繼續熱心支持呢個善舉啊！我一個好敬重嘅老師啊，咁杜聰老師，咁啊今次咧係第2次為智行基金咧籌款嚟到表演。眨眼上一次嚟嘅時候已經係6個月前啦。上一次咧就喺何石劇院啊 River Rock
咁啊，眨眼咧，今晚已經係6個月之後又再重臨啊！咁啊，事實上咧，我嚟到溫哥華表演，其實今次係第3次，而最早嗰次咧，要數到係17年前，我係同 Joe Johnny 嚟到溫哥華、卡加里，我哋3地演唱，咁真係好多難忘嘅往事。我嘅節目咧，亦都係懷舊歌曲，所以如果大家有收聽《歲月留聲》嘅節目咧，實在係帶俾大家好多難忘嘅回憶。咁啊，真係往事只能回味。所以咧，今晚咧，我送俾大家嘅歌曲都係一啲懷舊歌曲，包括以下呢首《往事只能回味》。呢首歌咧，就係我一個好深愛嘅、好敬重嘅一位作曲家劉家昌先生。不過好可惜，佢早幾個月咧就不幸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留翻落嚟好多經典嘅歌曲，包括呢首《往事只能回味》。而且呢首《往事只能回味》咧係尤雅姐姐演唱嘅。咁尤雅喺19年前啊，去到多倫多開演唱會嘅時候咧，小弟好榮幸做佢嘅監製、名譽監製，兼且喺佢嘅演唱會上面咧係有表演。眨眼19年啦所以今晚咧，我好想送俾大家一首叫《往事只能回味》music。Thank you， 多謝你哋。時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中年時竹馬青梅，歡笑才月相隨。春風又吹紅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有變心，像時光難倒回，我只要在夢裡相一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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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時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憶中年時竹馬青梅，兩小才月相隨。春風又吹紅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變心，像時光難倒回，我只要在夢裡相一回。尤雅姐姐人靚聲甜，呢個時候咧，我見到台下有位嘉賓，我係欠佢啲嘢嘅，所以我而家要落嚟咧送俾佢啊！多謝你，多謝多謝多謝，我記得㗎啦，唔會欠你㗎。春風又吹紅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變心，像時光難倒回，我只要在夢裡相依偎，我只要在夢裡相依偎。謝謝，多謝大家。我啲普通話唔掂，所以我只能講廣東話。呢首《往事只能回味》咧，就係尤雅姐姐嘅一首名曲。咁啊，當年咧，尤雅同青山大哥嚟多倫多開演唱會，都係我幫佢做名譽監製，兼且喺演唱會上面咧有作客席嘅表演。
剛才就係由雅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咁當然以後落嚟呢，我都想唱翻首青山大哥嘅名曲，同樣係國語歌。青山大哥，我同佢都有訪問，喺電台嘅訪問，以及呢影過一張相，好難得。青山大哥真係好好人嚇。咁送俾大家一首呢，叫做《尋夢園》，我一齊發下夢先。Music，thank you。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像有种问世事的美梦，会不会到梦南园？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心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心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逝去的美梦，会不会到梦南园？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梦园，想起了他，不又见面。想要重逢心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見面。尋夢園，青山大哥，謝謝，多謝。先前我講咧，真係人生真係如夢。好似我做節目咁啦，每一集去到最尾嘅時候咧，我都會講呢句説話：祝各位今日有個甜蜜嘅美夢，並祝你哋明日一切好運。唔知道有冇啲聽眾朋友係一路都有收聽《歲月留聲》呢個節目嘅咧？不如我想試試，有冇邊位聽眾朋友知道聽日咧係3月9號喺多倫多《歲月留聲》係播出到第幾集咧？有冇朋友知道？有冇朋友知道？嗰邊有人舉手。好，我落嚟問問你先啊。咁你真係我個粉絲嚟㗎啦，你係個聽眾嚟㗎啦。因為《歲月留聲》咧已經播出咗係22年㗎啦。咁22年咧，每一個禮拜係播出一集。到聽日嚟講係3月9號，今日3月8號啊，都祝各位婦女節快樂。呢位朋友，你係我偶像嚟㗎嘛？聽足22年咯。真唔真㗎？聽足22年，係唔係㗎？好，聽日第幾集？1160。冇錯，俾啲掌聲啦，朋友。1160集，哇！你真係我嘅粉絲啦。
好啦，送隻鑽戒俾你啦，咁就好，送影咗張相先，送隻鑽戒俾朋友真係多謝你嘅支持啦，好多謝。好啦，咁我哋又繼續發夢啦，我翻上台先。剛才我講係人生如夢啊，咁60年代咧好多電影咧，我都好中意嘅。其中一部電影叫做《不了情》，咁裏面咧即係有首歌亦都係講夢嘅。咁人生如夢，送俾大家首係比較輕鬆啲嘅，叫做《夢》，係由顧媚演唱嘅。Music。人生如夢，我是夢如人生。暖暖的一剎，你快樂你興奮，重重的一場，你悲哀，你苦悶。離狂的轉眼，乞丐的窮困，山峰上百世，海底裡的奇珍。當你從夢中醒覺，你已走完了人生。呢個係林黛嘅。人这人生如夢，我說夢如人生。短短的一剎，有聚合有離分，匆匆的一場，有長老有青春。盛夏的光明，今朝的陰沉，地獄裏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當你從夢中醒覺，你已走完了人生。多謝，謝謝。咁一連送咗幾首都係國語嘅歌曲。其實咧，我咩歌我都中意唱嘅，英語、廣東話、國語嘅歌曲，甚至乎日語嘅歌曲我都中意唱。咁先前大家見到咧，啲畫面上面有啲歌手啊，職業嘅歌手，有啲係我老友記，包括有歐瑞強啦、青山啦、尤雅啦。其實仲有好多咧歌星咧，我都同佢有交往。咁就喺我未入電台之前呢，本身我係賣唱片嘅，喺香港係經營唱片，所以同好多歌星咧都有來往。包括以下呢一位咧，我係非常之難忘嘅歌手，佢就係鄧麗君。好遺憾，今年已經係佢逝世30週年。咁1987年嘅時候咧，小弟有幸咧就幫佢合影咗張相。呢張相咧就係當佢出一隻唱片叫做《淡淡幽情》嘅時候咧，我幫佢合照嘅。咁當時我又係賣唱片啦，寶麗金唱片公司咧，每逢咩歌手出唱片，包括譚詠麟或者係其他公司，譬如 EMI 嘅葉振棠劉德華等等咧，我都有機會咧幫佢係推銷嘅時候咧，就係喺個記者會度或者係發佈會咧，就幫佢哋合照同埋推銷佢唱片嘅。咁其中鄧麗君咧，佢出呢個《淡淡幽情》，哇！呢個點我晚晚都聽，裏面嘅歌非常之好聽。咁鄧麗君嘅歌曲好多歌，咁我今晚揀咗一首咧，佢嘅國語歌叫做《我和你》。咁原曲其實咧係日本歌嚟嘅喎，日本歌咧叫做係《北國之春》。鄧麗君都有用日語嚟唱《北國之春》，但係原唱者咧就千昌夫。今日好似做節目咁啊，電台做節目，其實唔係。咁要介紹呢首歌咧，因為呢首歌真係耳熟能詳，皆知巷聞，包括國語啦，仲有粵語嘅版本。粵語嘅版本咧就係
芬妮姐姐嘅故鄉的語。所以咧，今晚時間關係，我就將3種語言咧就串埋一齊，包括國語、日語同埋廣東話，送俾大家呢首叫做《我和你》music。Thank you，多謝。大家好熟啊，旋律。呢個黑膠碟我仲保存到而家。我衷心地謝謝你一番關懷和情誼，如果沒有你給我愛的滋潤，我的生命將會失去意義。我們在春風島中飄逸，仲夏夜裏綿綿細雨，聆聽那秋吹它輕輕在你那雲雪花飄滿地，我的平凡歲月裡有了一個你，顯得充滿活力。原本係一首日本歌《千丈夫》，我又試下用日語演繹。白ば空南風星咲くあの子が北国の北国の春季節などかいでは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ふろの小さな鼓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原來仲有廣東話嘅喎，就係芬妮姐姐嘅故鄉的語。所以跟住落嚟咧，呢個係廣東話版本，叫做故鄉的語。一封家書，一聲關注，一句平常的體己語，令我快慰，心裏滿是暖意，猶如令我置身春暉。重提到家中善前舊歉，重回舊你家中居。信中寫到家的語，滴滴細語話兒時，問我有否記掛舊燕子家鄉的細語。我和你北國之春同埋故鄉的語，多謝大家 ，thank you。如果聽我節目嘅話咧，好多時我都中意用一個東西合璧嘅環節嘅。好，跟住落嚟咧，同樣係用3種語言唱。咁啊，呢首歌咧，其中呢位歌手咧係一位菲律賓嘅歌手嚟嘅。呢位菲律賓歌手叫做 Freddie Aguilar。咁啊，當年呢1977年啦，當佢出唱片嘅時候，呢個唱片叫做 Anak。咁當時咧，寶麗金高層就帶咗 Freddie Aguilar 由菲律賓去到香港小弟嘅公司嗰度，好榮幸同佢影一張相，幫佢推銷唱片。咁啊，當然今晚咧呢張相咧揾唔到出嚟啊！當時因為未有咁方便用手機影相啊，所以有機會咧我就會揾翻嗰張相出嚟。咁但係呢首 Freddie Aguilar 嘅 Anak 咧，呢首民歌嚟嘅，其實好流行，旋律大家聽就知啦。
因為同樣咧係有被改編成為廣東話嘅歌曲，就係譚詠麟嘅《孩兒》。嗱，徐小鳳都有唱過㗎。咁啊，譚詠麟嘅歌曲咧，我非常之中意唱嘅。不過今晚咧就因為時間關係，我哋揀咗呢首 Freddie Aguilar 嘅《Anak》，兼埋咧譚詠麟演唱嘅《孩兒》。咁啊，同譚詠麟咧我都有張相好難忘記嚇，送俾大家一首咧就由英語、菲律賓語同埋廣東話合埋一齊嘅歌曲。咦，有冇 Filipino 咧 ？Anybody knows Filipino？ 如果冇就啱啦，因為我啊唔識啲菲律賓語，只不過我都係拼音嘅啫嚇。咁啊，不過呢首歌實在係好中意，好中意，送俾大家一首咧就係 Freddie Aguilar 嘅 Anak Music。Thank you。When you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your mom and dad saw a dream fulfilled, dream come true, the answer to their plans. You were them a special child, you gave them joy each time you smile, each time you cry, they at your side to care. Child, you don't know, you never know how they let go to give you all the love and give. To see you through and guide us through, they die for you if they must see you here. 係出生一聲哭叫。曾喺你兩路慰藉了，曾是願望夢幻的化身。時時刻刻開心的指引，教你養你已成人，獻出一生多少苦與辛。知否兩老對你嘅偏愛，你無法報答這次海心恩。關心你嘅對與錯，對你嘅愛護有關心。弄死了他心都知道。Lakindo ang magkula mo, alang kamahin nila solo. Alang danay mo, imalamang ay gagawin, inamasta, pwede patulong. Sasabihin mo ba kaya aking iyong nanay sarap dinamatapas mo? Asa gumagawin magkano kanong iyong kamu chua-chua sa'yo. Child, you don't know, you never know Why they go to give you all the love can give? 不必憤怒與痛苦，別要你要快快起翻身。廣東話就譚詠麟唱㗎，英文同埋菲律賓語咧就係 Freddie Aguilar。多謝大家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志帶住微弱嘅燭光，一個人走入河南省嘅某個村落，去救助愛滋遺孤，用佢自己嘅積蓄，由127名孤兒開始，讓佢哋接受高等教育，以知識去改變自己嘅命運。
27年嚟，智行基金會喺中國由救助愛滋遺孤開始到困境兒童，服務範圍跨越超過10個省份。時至2024年，智行已經累積照顧超過4萬名學生。由於疫情嘅影響，智行基金會嘅籌款寸步艱難。希望今晚500多名善心人士一齊帶住燭光，一齊加入智行嘅團隊，將光明照耀更多中國困境嘅學生。感恩。27年前，杜聪老師帶着微弱的燭光，一個人走進河南省的某個村落去救助艾滋遺孤。他用自己的積蓄，由127名孤兒開始，讓他們接受高等教育，以知識去改變自己的命運。27年來，智行基金會在中國由救助艾滋遺孤開始，到困境兒童，服務範圍跨越超過10個省份。時至2024年，智行已經積累照顧超過4萬名學生。由於疫情的影響，智行基金會的籌款寸步艱難。希望今晚500多名善心人士一起帶着燭光，一起加入智行的團隊，把光明照耀更多中國困境的學生。感恩。燭光代表光明同埋溫暖，在座你哋每一位溫暖嘅嘉賓，你哋嘅善心呢，就有如一點燭光，多一分光就能夠多一分嘅熱。咁多年嚟，杜聰老師就係竭力要聚集無數嘅燭光去救助愛滋孤兒。今晚喺呢度呢，我為杜聰老師送上一首有意義嘅歌曲，叫做《一點燭光》。有請杜聰老師，俾啲掌聲。杜聰老師，我最敬愛嘅杜聰老師，請你上台。今晚好誠意為你獻上一首《一點燭光》，更加係希望在座每一位來賓，如果你有手機嘅話，將你嘅手機着咗個燈，代表係一點燭光，凝聚咗無數嘅一點燭光。我哋一齊唱呢首《一點燭光》，見證今晚咁難得嘅盛舉。多謝大家。杜聰老師，一陣間你可以上嚟㗎啦，多謝你。盼可將燭光交給我，讓我也發光芒。寒流裏願同往，關心愛心似是陽光。我的心一般奔放，願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熱和愛，只能道出心裏光。凄冷中望星與月一行，我但要燭光照亮。誰願意步向抗爭？誰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結伴去，與心中暖流和風對抗。盼可將燭光交給我，讓我也發光芒。寒流裏願同往，關心愛心似是陽光。我的心一般奔放，願挺起我胸膛，如能以
熱和愛，只能道出心裏光。凄冷中，望星與月一看，我但願燭光照亮。誰願意何行行蹤？誰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結伴去，而心中暖流和風對抗。多謝大家，多謝你嘅善心，多謝杜聰老師 ，thank you，多謝。